把你们接回来，让你们回来看看祖国的发展壮大呀，这都是你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。2950，凯旋4机长空列阵，奉命为您护航，向英烈致敬。2950收到，凯旋4机护卫同行。此刻我们与英雄同在，担当使命，护我中华。